見到呢個產品嘅時候咧，我係覺得好驚訝，可以做一個藍牙嘅耳放啦。咁但係亦都可以做一個 DAC 嘅。咁 D1 無線嘅 Hi-Fi 級耳擴產品啦，本身 D1 內置咗一個叫音頻提升轉換技術嘅，咁可以令到出嚟嘅效果嘅歌咧，接近於一個 Hi-Fi 級32bit 384個 kHz 嘅效果出嚟嘅。H2 係一個藍牙嘅掛頸式高清嘅產品，暫時嚟講叫第一部可以同時間擁有 APD-HD 同埋 LDAC 功能嘅藍牙耳機啦。咁嘅時間，你同你嘅朋友都擁有一個 H2 嘅話咧，咁亦都可以將你聽緊嘅音樂咧，時分享俾朋友嘅。L5 係一藍牙耳機線啦，佢可以配合到唔同市面上唔同嘅 MM6 嘅耳機一齊去用嘅，由一個有線嘅變咗無線化。咁 F4 係一部有線嘅高清耳機嚟嘅，個單動圈嘅設計啦，我哋喺嗰個音樂咧可以去到由5個 Hz 到70個 kHz 嘅。H1 係一部無線嘅耳擴嘅，咁我呢個產品亦都支援音頻提升轉換技術。